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5月28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文化部28号伫台南新营文化中心举办聚育新芽剧场体验的活动。伫新营国小，总共有60多位的小学生参与并熟悉到这个剧场学戏剧，希望透过安尼机会，学生会当行出教室外口。来体验到文化艺术，也互艺术真正向下扎根。市府配合文化部，这几年积极推动剧场教育，透过剧场体验的课程，结合艺术团队的带领，互文化艺术的课程毋单是伫教室甲课本中。28号上午，文化部长郑丽君也来到新营文化中心视察学生体验剧场课程的状况。我们就是希望说，大家我们可以在生活里面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来参与艺术的创作或欣赏，因为艺术很好玩，艺术可以成为大家一辈子的好朋友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台南大学的大哥哥大姐姐带领大家来认识剧场。那未来呢，我们跟像我们的市长还有局长，我们大家会更努力。未来我们带大家不仅来剧场，我们也认识美术馆，好不好？认识博物馆，好不好？认识古迹，好不好？去看电影好不好？去读小说好不好？好，去表演音乐好不好？好，演戏好不好？好，到田野里好不好？都好，对不对？好，这就是以后的上课，我们走出教室好不好？如果我们慢慢的了解各种的文化、各种的美术啊，那么比如说你了解。你在学校的期间有上美术课程，那以后你长大到这个美术馆看到很多画作，你就不会说羞脸，为什么那个画里面的女生都没有穿衣服？所以我想我们就会慢慢的了解艺术，了解文化了解音乐，那了解它的美好，那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那让我们整个的生活的品质。我们的整个生活的那种深度文化的深度更加的来提升。文化局针对大新营地区的国小规划剧场艺术教育推广课程，总共有9间国小3、4年学生超过1300个来到新营文化中心演艺厅，熟悉剧场空间。文化体验教育计划上重要就是打破文化部甲教育部的隔阂，利用文化部伫台湾4个区域的资源中心建立艺术平台，互艺术体验变做学生学习的一部分，互艺术会使真正的向下扎根。台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经立委也是现任新代教授柯忠信正式宣布，要以着无党的身份来参选台南市长。要带领台南迎向世界重返公营，伊强调参选是已经过再三考量的代志，嘛表示绝对袂因为任何一个人来替选，一定会参选到底。新代教授柯忠信26号正式召开记者会，宣布要来参选到台南市长的消息。即届伊以着无党籍的身份要来参选台南市长。因为这2天来，伊伫台南基站奔波，发现真侪市民对民进党失望，对国民党也怨叹，所以有信心，以伊的经历、学历以及智慧，会当带领台南再次重返公营。后一位市长，伊要来发展经济，绝对爱靠着对欧洲讲得意的国家招商，用咱的农产品去日本促销。这市长毋是干那。爱会晓讲英文尔，德国话爱会晓讲，日本话爱会晓讲，安尼爱有一个国际观。中信呢，因为我的学术的专业，我有这方面的专长，外语我会晓讲。国际经贸、国际智慧财产权这方面我有专业，所以我做着一个善一人囝，受到国家的栽培，读台南一中公费留学呢。我袂使放台南人无顾，我绝对爱
来尽着我的全力，来替台南人来拼一个，这是咱台南唯一一个机会。安尼，咱若拼的成功，咱会当 Let Thailand great again，Let Thailand great again。记者会现场同时也有3位原本是民进党的党员蔡佑昌、马杰瑞甲吴杰同时现身，因将会退出民进党，以无党籍的身份来投入台南市议员的选举。台南市长参选人柯中信也来表示，未来伊选举的方向，除了国民党甲亲民党以外，将会寻求甲这无共款党团的合作，亲像是时代力量等等，来取得更大的机会赢得选战。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为着要推广后壁区的好美，互较侪民众会当了解，在地议员参选人李宗翰以着创意结合的方式，将台湾知名的漫画《民战路》当中的女主角林默娘甲后壁区的美来做一个结合。即马伫咧台南的动漫展电视销售，嘛吸引着侪动漫迷来购买。来到动漫展，一定会有侪文具商品会当选买。但假使讲要将台湾的漫画甲在地农产品结合，安尼创意，相信真侪人一定无看过。后壁区市议员参选人李宗翰，就积极配合在地农会甲台湾本土的漫画家来合作，也因此天飞平安米才会来诞生。我们发现，其实后壁农会的米品质非常良好，我甚至还把它拿到香港去做比赛，那时候得了第2名的奖项。我们就会好奇说，为什么这么好品质的米就没有办法走出去呢？其实我们一直检验发现，就是他们的包装并没有这么的先进，那甚至产销通路其实一直都没有透过网络来，甚至做过一些包装跟行销。那我们重新检讨这些原因之后，我们慢慢的把一些可靠的元素、年轻的元素拉进来。其实我们那时候认识了漫画家韦宗成，他也是西门町主灯的设计者。那我们透过这样子的关系，希望他们两者可以彼此结合，所以诞生了天飞平安米。因为我们那边后壁乡最大的妈祖庙，也就是泰安宫，也就是天飞，也就是林默娘，所以我们认为这样子的设计非常符合他们的渊源。那透过米的重新设计、重新包装，我们相信它可以走出一个更好的市场。因为农产品有时候也是需要一些包装啊，然后让一些年轻人觉得说就是这农产品有自己的特色之类的。那这一次能够跟那个后壁农会合作天飞米，算是蛮难得的经验。然后就是说大家可以买回去，就是第一个就是希望马祖可以保佑，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因为默娘很可爱，然后就是大家就要农产品跟漫画互相结合的话，就是希望可以达出不错的效果。符合着少年人的创意，同时也兼顾着台湾的农业发展。天飞平安米创造了一个跨世代也跨产业的结合，希望讲安尼的创意会当吸引着加侪买气。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古国路授权经销门市26号伫咧东区开幕，预计今年热天将会伫咧南台湾再开设超过8间的门市，业者也要开始布局。占全国机车市场1/3，遮尔啊侪南台湾。古国路台南东区授权经销门市26号伫咧东区的崇德路来开幕，现场来了侪贵宾，包括台南市代理市长李梦燕、台南市会议长罗美惠，以及立法委员陈廷辉、黄伟霆，甲侪市员拢到场来参与，支持这个兼具环保甲氢气能源的电动车产业。台南，我想机车未来，纵使我们努力的来开辟捷运，机车还是会是一个最重要、很主要的交通工具。那这样的交通工具，怎么样减少它对环境的污染？怎么样有节能减碳？让这样的电动机车的使用更加的方便。好，那我们今天很高兴看到我们这样的直营店的一个设立哈。那我们预祝我们的这个设立。这个经销商这个第1家、第2家一直持续的不断的展开，那生意非常的兴隆，让更多的市民来喜爱这样的一个交通运具。预期我们台南这座城市将来将迈向智慧交通、智慧绿能结合大数据的交通网，一定带给这一座的城市交通的更便捷。减少我们的一个阻塞，
然后呢又能够节能同时呢也带动了我们交通工具的一个时尚。机车是南台湾主要的交通工具，拥有非常大的市场成长可能性。业者也是看准到这点，所以今年都会积极伫咧南台湾来扩大据点。我记得在2016年的时候，台南地区也仅销售了大概400辆的电动机车，这个数字到了2017年的时候暴涨到3700多辆，所以很多人已经开始可以体会到电动机车对于生活的提升，对于这个生活的便利的一些帮助。那今年希望透过台南崇德经销商的加入，我们可以把这个数字更往上翻一翻。目前在全台湾 ，GoGo 有600个换电站，台南我们现在只有52座，但是我们承诺大家，我们在今年年底之前一定会增加到180座，所以几乎是3倍到4倍的量，让更多人可以在这个网络上很顺利的使用到我们的服务。业者为着要欢庆台南东区崇德销售门市加入南台湾的行列，5月26号到6月3号来店里翕相试驶。拢会当得到一届摇奖的机会，也欢迎民众前来感受到电动机车的吸引力。台南新闻王志豪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至晾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台湾抗日知名宫庙台南西来庵日前前往大陆来寻根，并定伫咧6月份要将第2代武陵宫的神尊送回去到福州西来庵的祖庙。27号这天，庙方特别前往天坛禀报，祈求这座香火相传的行程会当顺利又个圆满。台南西来庵因为两岸武陵宫文化开始展开交流。伫去年前往福州的顺境之旅，庙方确定祖庙就是有上千年历史的闽校县南屿西来庵。这项发现嘛，互台湾武陵宫的信众相当欢喜，但也透过顺境时发觉祖庙遐无神尊，所以庙方决定要将第2代的武陵宫请回祖庙，达到香火相传的意义。国历6月17日要奉请这个2代武陵宫过去这个祖庙，因为依照古例呢，这拢爱遵照古例，让这个既然有武陵宫要过去这个祖庙遐，要过两岸对岸遐，所以个爱来遵照古例来向咱这个天坛玉上帝来这个领天旨，安尼。较有一个这个认定安尼，所以这个我甲以及着总委，也且副董事长董事呢，所在这个信徒呢，来将这个武陵宫请来，这个让天坛玉上帝遮请旨安尼。台南西来庵为了这座两岸信仰香火相传的任务，嘛特别慎重。由西来庵董事长曾正义、副董事长林子云率领李干事以及信众，5月27号前往天坛以及东药殿，遵循古礼禀报天地，祈求行程会当平安顺利。庙方嘛有告，伫6月17号启程这天，台南的文化官员以及信众拢会到场相送，做伙为这场历史任务做见证。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
在西元1662年成立的南昆新大天府，主祭五虎千岁。庙方为着要更加发扬昆新王慈悲济世精神，27号正式来成立着昆新王慈善基金会。未来将会针对救难救助这方面，积极来帮助有需要的人。南昆新大天府是南台湾重要的信仰中心。每一天拢会有上千位的香客前来敬拜，诚心祈求五虎千岁庇佑平安顺遂。为着要将昆新王关怀众生、慈悲为怀精神传承落去，庙方27号完成了法令的登记流程，正式来成立着昆新王慈善基金会。现场有侪董事代表来揭牌，正式启动受理救难救助的案件。最主要是要帮助这些低收入、急难救治、残障、生活困难的人，咱一定来甲帮忙，有3种的审核了会甲帮忙。上重要有就是这个丧葬，有阵要看见咱这个乡亲，有影这个父母过世，自己又中风，真的很困难。这时候我们昆生馆慈善基金会大力来赞助丧葬补助这一块。这是人生最无奈的人，就是父母过世没办法下葬。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这基金会的重点会在这里，其他就是一些急难救治，我们也会全力来帮忙。庙内果然有伊咧督促，这点嘛是咱庙方最不足的所在，所以讲由伊来做这个不足的来达填补下，所以讲相信讲后来咱庙人。对这个济世慈善一定我唔到对，这个济世就到对。只要符合着救难救助的条件，佮加上经过村里办公室证明，这是一个事实的申请个案，昆新王慈善基金会拢会积极来提供协助，落实着昆新王关爱社会、慈爱精神。台南新闻网1号采访报道。由台湾世界展望会所举办的第29届饥饿30人道救援行动，上午第一场就对由台南起家的地餐饮集团率先来响应，以着具体捐款甲参与体验来关心。从家32档，有70间门市的地餐饮集团，现在每一个部门的员工拢搭上幺二当中的大纸。对来表示要用具体行动来感受30点钟的慈悲，嘛捐出一工所得。同时，该公司28号同步捐出15万，要共同来温暖国内有特殊状况的家庭，以及响应儿童送餐服务。除了我们饥饿30这边的主办单位跟我们所配合的这些活动之外，那其实翰林第一部分有我们企业自己本身。有捐助这个基金会这边，那也希望号召我们的员工捐出1日所得，所以那是包括今年也会这么做，在我们各分店呢，我们都会设置一个捐献箱。那除了我们自己的员工之外，还有我们也希望喜欢翰林的这些客户们也跟我们一起参加。那我想这是最具体的一个行动。根据台湾世界展望会统计，去年在国内发生重大变故的特殊状况家庭有8700户，所以非常感谢各界持续发挥爱心来支持，帮助因渡过难关。我们这一次特别在饥饿30的大会师之前，我们跟翰林茶坊一起合作饥饿 DIY 的活动，那也透过翰林茶坊的一个员工，他们一起在饥饿12一起。同步的体验，了解特矿家庭，还有一些国外的一个弱势的一个儿少他们的需要。那他们也在这一次很热心的愿意来支持展望会在国内的一个特矿家庭的一个需要，特别是在儿童的一个送餐营养的送餐的一个需要上面，那他们也捐助了15万的一个捐款来协助这些儿童跟家庭。翰林传爱。关怀特矿，饥饿不在。地产集团的员工伫这些考核甲宣誓声中，嘛希望号召更较侪企业家姐，都要为国内外领导救援尽一份心力。会现当中嘛替家己的企业大大加分。但新闻顾问林根采访报道。
107年度慈孝家庭楷模颁奖典礼，上午总共颁发国中组10名、国小组10名的慈孝家庭楷模，就因温馨佮感人的亲子互动故事，希望会当互较侪民众来了解，要安怎来经营一个和谐的家庭气氛。由副市长张正元亲自颁奖，分别发出图书礼券5000块以及奖状1张，予国中组甲国小组分别拢是10组的名单。其中，因空区复兴国小的涂小珍、安南区青草国小的张子宁以及林德国中的卢俊明，这3个家庭更是得到全国慈孝家庭楷模的公认。台南市慈孝家庭楷模表扬，是为了要呼应教育部办理的父母慈子女孝的一个活动，慈孝家庭楷模的活动。好，那我们台南市今年度的话，就是评选出国小组10组的楷模家庭，国中组也有10组的楷模家庭。好，那我们这些获奖的国中、国小各10组楷模家庭里面呢，我们国中组的仁德国中的卢俊明卢同学，他也同时获奖为教育部的全国慈孝家庭楷模表扬。那我们的永康复兴国小的小珍，还有我们青草国小的芷玲，好，那这些的话都是我们值得称许的一个慈孝家庭楷模家庭。好，那也希望透过这样子一个活动，好，让我们每个家庭都是长辈慈、子女孝、温馨和乐的家庭。借由着颁奖仪式来提倡家庭和谐良好的亲子关系，就是这届慈孝家庭楷模表扬的精神甲意义。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台南市艺术家协会会员除了伫咧大台南地区以外，也阁有伫北部、中部、东部全国的各县市，甚至也阁有伫国外的艺术家，大约有200多名专业的艺术创作老师。这届协会20周年特别到文化中心来举办着会员作品的联展，展出180件各式各项的艺术创作。即马就带大家做伙来看卖。现场各式各样无同创作方式的艺术品，拢是台南市艺术家协会会员的作品。这届协会创会20周年，特别选伫文化中心举办联展，总共展出180件的作品。理事长表示，会员伫各自无同的艺术领域当中互相观摩学习，整个协会的艺术水准不断提升，嘛见证了艺术只有门槛，没有界限。我们从东方艺术、西方美彩，以及书画，以及摄影，还有一些传统工艺、立体造型，总共有20多种艺术类别。我们协会也是整体性，可以说是从传统到近现代，中西艺术先融合在里面。老师们在他本身各自的艺术创作底蕴，能够相互的学习观摩，所以让我们的协会所成长在这个展览里面的作品是一直的增进，一直的进步也让我们可以见证到艺术只有门槛，没有界限。台南市艺术家协会的会员，除了大台南地区以外，阁有全国各县市，甚至阁有住伫国外的艺术家，大约200几位的艺术创作老师。这届的作品联展将展出到6月10号，高达180件的作品，绝对会使予民众一概看到够。欢迎有兴趣的民众把握时间来欣赏。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伫新闻的最后，同款咱来关心气象。明仔载天气好天，有时多云，温度29度至32度，落雨几率2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6级。真感谢你来收看到5月28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